各位朋友，想唔想知點樣製作一個爆款視頻呢？點下關注，今日同大家分享爆款視頻嘅流量秘密。咁製作視頻之前呢，記住呢句話：視頻第一眼非常之重要，學識設計視頻第一眼先可以掌握視頻嘅流量密碼。咁而家視頻咁多，點樣去突圍而出呢？咁首先就係要發一啲同人哋唔同嘅視頻啦。咁比如話人哋拍普通風景，你就拍罕見風景，拍一啲當下嘅細節。咁人哋拍家常菜，你就拍有人美食。咁人哋拍路人甲，你就拍靚仔靚女咯。咁要有差異，人哋先記得住你㗎。咁其次就係視頻嘅配音都好重要㗎，熱門音樂一響，佢哋咁瞬間拉滿。咁仲有就係視頻開頭嘅第一句話啦，只要你嘅話題夠吸引，咁用戶自然就會忍唔住睇完呢條視頻啦。用戶嘅好奇心就等於完播率，記住啦，第一眼或者係第一句話係決定咗用戶會唔會睇完呢條視頻㗎，所以第一眼就係爆款視頻嘅核心啦。快啲試下按住呢個方向去製作視頻啦，下一個爆款視頻可能就係你啦。